南美洲委内瑞拉办公楼销售占隔壁盖亚那的土地，目的是要遐丰富的石油资源。东南亚国家起新机场，抢疫情过后的全国生理。泰国明年有新航空公司预计有飞台湾航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前日啦，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发生枪杀案，其中一个死者是台湾出身的商学院教授张家珍。也若是这个嫌犯，嘛是一个教授。警方认为讲，伊是来因这间学校的工课，无去互录取，才会犯案。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这栋大楼外口60尺回响手玻璃土甲警方冲突了后被断死。警方同时确认有3名死者，其中一个是64岁为台湾来的商学院教授张家珍，他出生涯超过10年，捌得到教学优良甲研究优良的肯定。伊在1982年台湾海洋大学毕业，1997年去美国教册，1000年在匹兹堡大学摕到资深管理博士，同年进入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分校，是器官系教授。因为这案件死者不是学生，警方推测凶手不是随机开枪。We know he applied numerous times for a job with several Nevada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was denied each time. The suspect had a list of people he was seeking on a university campus, as well as faculty from the Ea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伊伫18个月进前伫拉斯维加合法买枪，也是这摆作案的工具。根据网站资料，玻璃土对该卖地阴谋论是真有趣味。He had a previous criminal history of computer trespass out of Virginia in 1992. There was a chair with an arrow pointing down to a document, which that document was similar to a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根据 CNN 的报道，这件悲剧是全美今年80件校园枪击案，其中19件发生在大学。要对枪管发表言论，洛杉矶护盾队球星李霸龙在一场比赛了后表示，美国枪击的法律是真含糊。公视新闻恩文宁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日本自民党逼政治现金的摆台，官方中国上野博弈涉嫌收科米賞超过1000万日票，检方已经开始调查。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因为中国推出反间谍法，经济不歹，真侪外商是换投资印度。这印度的股市市值破纪录，冲到4兆美金，连面对超过世界第4的香港股市。英国《泰晤》报道，英国指控罗西亚联邦安全局是派骇客偷摕政治人物、学者佮有名称资料，已经8年啊，是想要影响英国的运作。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又搁涉嫌逃走税去起诉，拜登要拼连任的阻碍愈来愈多。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电影《奥本海默》今年伫全世界票房真好。不过，因为讲到跟原子弹议题真敏感，日本是一直无放松。这阵日本的片商总算是宣布讲明年的安排。罗西亚明年3月17日要办总统大选，内目前罗西亚刚接来乌克兰东部4个州的居民买当投票。普丁是还未讲伊敢有要争取连任，不过目前普丁2个上大反对派头人都已经互抓去关，普丁应该是无竞争对手。Совет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становляет назначить выборы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17 марта 2024 года. 俄罗斯国会上议院随即宣布明年总统大选的日期。现任总统普京已经做过4任总统，虽然也未讲是不是争取第5个任期，但是外界拢有期伊会选，而且因为去年俄国通过修宪。普丁会让国再加做2任总统，一直到2036年。普丁伫咧俄罗斯投资论坛拍经济牌，强调今年国内 GDP 成长3.5%，伊反批评西方是伫咧食棺材本。Только набирает силу. Скажу больше, западная финанс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явно устаревает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хнологий. Она так долго почивала на лаврах, настолько привыкла к монополии 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сти, к отсутствию реальных альтернатив, к привычке ничего, по сути, не менять, что стала архаичной.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архаичной. 明年3月3个俄罗斯伫咧乌克兰占领的4个区，
包括顿内茨克、赫尔松、卢甘斯克加扎波罗热的居民也会当投票。伫国内两大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加卡拉扎姆，即马两个人拢伫咧监狱内面，所以是无会当对普丁构成威胁的参选人。反对派人士是伫咧各大城市踩看板，表达反对普丁连任的立场。Электоральный ритуал, электоральный обряд имею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Путина и для его команды. Внутри это важ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замер лояльности и покорност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элит, что система работает. 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南美洲委内瑞拉甲盖亚那土地相接。即阵委内瑞拉竟然是办公投，问讲因的民众敢有赞同甲隔壁一块土地爱色魁波算入因的领土？有媒体就讲，这款办公投销售食人土地行为，秘书是罗西亚占乌克兰的东部。委内瑞拉甲盖亚那为着爱色魁波这个土地是已经原8外冬啊，这个土地面积16万平方公里，是占盖亚那的2/3。这石油、天然气甲黄金的资源拢真丰富。所以讲，这个寡资源就是委内瑞拉要爱这块土地的原因。即阵委内瑞拉的总统就叫因的国会甲这算是因的一省，佮讨这乌石油的许可，甚至佮走去改课本的领土地图。虽然讲目前双方是也无军事行动，不过国际是真惊讲因的一个无拄好就争起来。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甲邻国盖亚那长期有边境领土争议。委内瑞拉讲拥有蕴藏丰富石油的埃斯奎波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总面积大约46万平方公里，占盖亚那所有国土的2/3。这款的面积比整个的希腊也较大。2015年伫当地发现石油，根据估计，石油的度量是110亿桶，占全球的0.6%。天然气含量是有4.8亿立方公尺。委内瑞拉初3的公投结果显示，95%民意赞成对埃斯奎波行使主权。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更加伫初5要求国会批准对埃斯奎波建省，发予国有石油公司开采石油执照。也伫全国的沿海更新国家地图。也拿盖亚那政府初7是对此做出回应。Any attempt to explore for petroleum by his state oil companies or state companies in our territory will be seen as an incursion by Guyana. 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了后，国际间烦恼也爆发新的科学冲突。尽管委内瑞拉也未采取军事行动，不过盖亚那总统阿里已经讲，美国的并吞公投已经对伊的国家构成直接的威胁，并且向美国、英国甲联合国要求援助。We're going to urge Venezuela and Guyana to continue to seek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is dispute, including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hese borders were settled in 1899. I see absolutely no case for unilateral action by Venezuela. It should cease. It is wrong.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吉尔盖亚那外交部长陶德伫初6经由电话，确保维持双方顺畅沟通的管道，冲突敢若也无到即要发作的地步。尽管这时阵是这情形，巴西原伫甲两国相接的北方边境增加部署2000名士兵加28台装甲车，惊双方若一个无拄好相战会受到影响。Coisa que nós não queremos aqui na América do Sul é guerra. Nós não precisamos de guerra, nós não precisamos de conflito. O que nós precisamos é construir a paz. 委内瑞拉甲盖亚那争夺埃斯奎波领土已经超过1世纪，尽管国际法院捌伫今年4月讲有权裁决这个争端，不过国际法院是联合国解决国家中间争端的最高法院，却是无法度强制各国来执行伊的裁决。在盖亚那要求之下，联合国安理会要伫初8对这场领土争议来召开紧急的会议。公视新闻深度配编译。以色列哈马斯小战，不过这阵是风声讲有以色列的战车调工攻击国际记者。根据法新社、路透社的采访上网调查，讲有一大群记者明明都有讲因是新闻工作者，算是有缘受到攻击。不过以色列是强调讲，因派拢是哈马斯的人，无去伤害无辜的。10月13日，伫黎巴嫩南部往以色列边界阿马阿沙布，一名穿明显自由 Press 红团港的国际媒体记者，来报道以色列军方甲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伫边界交火情形。哈西互向来炮火轰炸，骂出连续垃圾灰。We were maintaining safe distance from the front line.
So basically, we were in a really safe. We felt safe. 阿西受当伤扣回一名路透社摄影记者阿布杜拉无这样幸运，已不幸殉职。 It is inexplicable that a group of journalists, clearly marked as press, doing their job, could be targeted in this way. 路透社采访30位政府安全官员、军事专家、法医、律师、医护甲现场的人，到处司法经过。迄时阵有北京媒体提供数点钟影像档，加攻击前后数百张相片，有高解析度卫星影像，佮摄取现场证据，车顶的炸弹碎片、相机架，还佮有一大地金属。上荷兰国防独立分析机构 We condemn Islam's killing, and we call on Israel to explain how this could have happened. 路透社知影，战车炮弹是为以色列境内发射，向以色列国防军问更较侪问题，包含因是毋是知影向记者开火。 I'm not familiar with these specific reports. We target Hamas. We do not target civilians. 国际人道法禁止攻击记者，新闻媒体人员免被看作是军事目标。专家表示，这证据显示以色列明显违反，也可能犯攻击百姓战争罪。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疫情转好了后，真侪人烧钱出国旅游。东南亚迄边因为消费较俗，真侪人爱去。所以讲，东南亚国家就变成扩建，甚至是去新的机场，都是要抢这波观光胜利。 亲像菲律宾的马尼拉，就有4座机场正咧扩建；也若是越南这边，除了扩建，阁有7座新的机场正咧起；也若是柬埔寨暹罗5个机场10月已经启用。上尾来看这曼谷，泰国的曼谷，除了新航厦正咧试营运，2座新机场正咧起，明年阁有新的航空公司要开门，预计是会有往回台湾甲泰国的航班。新冠疫情了后，东南亚的观光是愈来愈好。 各国政府拢开真侪钱投资机场的设备。10月份，曼谷主要的国际机场苏焕立航新航站启用，第3条跑道当地起。另外一个机场浪漫嘛计划起第3航站。北部清迈机场、南部普吉岛机场嘛拢要扩建。杜拜航空有新的航线，伫趟丘比岛机场，当地每年年中还有一间新的太空航空特别启用，经营香港、台湾、东京、新加坡等等的国际航线。 So Southeast Asia seems to be the spot whereby it's going to be the probably one of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in the future, right? 柬埔寨嘛投资15亿美金起金边新机场，按算2025年完工，希望成做甲曼谷、新加坡竞争的区域中心。中个月，中国投资11亿美金，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之一的陷入5个国际机场嘛开始运作。这是要去柬埔寨上界重要的旅游胜地5个区的机场，希望到2040年。 会当接待1200万的旅客。As I said, one of the game changers, but we need more in order to be comparable, so that it can attract, worldwide tourism to come to visit Siem Reap. 迄若过度扩建，嘛可能会有其他问题。中国经济成长重点，互旅客人数无像按算遐好，航空业的高碳排无符合减碳抗暖化的趋势。越南胡志明市郊区开150亿的美金起的上大间的机场，龙城国际机场的建设工程已经互附近的社区防卫影响真严重。泰国南部马来西亚边境的木洞国际机场去年启用，不过因为人客伤少，航空公司几啊个月来就停飞，机场怎囥伫遐咧用，嘛显示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来关心环境的消息，法国巴黎将受环保抗议活动。 要求政府爱增加补助处理这建筑透烧气的议题。另外，东非前一阵仔是缺旱真严重，不过10月底煞是开始落大雨做大水，这2种灾难相煞来，欠粮食的状况就愈来愈严重。 气候车的声一直到英国这阵气候活动馆有关摆插甲散热器的零件搬去路中，坐伫路中，抗议政府对气候暖化问题无作为，这民众了后嘛受到警方强制驱离逮捕。其中一名参加抗议的民众曹德荣是一个 IG 网红，真侪当来伊拢用街路抗议、请愿甲网络活动来敦促政府重视环保议题。伊去年10月佮捌参加绝食活动，互政府放弃伫法国南部建设国土。伊认为包括家己的真侪人拢陷入气候焦虑，所以切参加巴黎议会边仔协和桥抗议活动，敦促政府伫建筑散热改造计划会当投入更较侪补助费用。Je suis là pour dénoncer l'inaction climatique du gouvernement français.
et pour demander à ce qu'il y ait un vrai plan de rénovation énergétique des bâtiments qui soit mis en place, qui est à la fois une mesure qui est sociale, qui est écologique et qui est économique aussi. 气候变迁对全球各地影响，这几冬来汹汹增加。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这单发生8冬来严重破坏非洲东部，为10月底开始，大部分的地区拢受到豪雨做大水的影响，造成数百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厝通转去，嘛，互原本的粮食危机更加严重，真侪人特别无物件通好食。 El Niño and the climate crisis have taken a terrible toll on many parts of East Africa. Here in Somalia, the levels of hunger are some of the worst we've seen in 10 years as deadly floods sweep the country, devastating families who were already food insecure. 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镜头换来看南阿巴基斯坦，因遐营业真严重。第二大城拉合尔，这个囡仔因为空气品质上歹来破病喘气喘袂过。 小儿科的病患增加5成以上，病院强要记载袂掉。四界看起来拢普普无无，敢大风共款，人车伫轨道上能见度增加。南阿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旁遮不幸的拉合尔，过去几礼拜拢予真高的空气污染无大条咧，空气污染程度予抵抗力无好的囡仔甲老人破病，当地公立病院的儿科急诊室拢是呼吸道病人，家属也拢真烦恼。 जाहिर है इसके बारे में काफ़ी फिक्रमंद है बच्चों को तो है बड़ों को भी इसके साथ साथ हो रहा है ये इन्फेक्शन 有部分的囡仔甚至出现喘气困难的状况。当地卫生官员讲，在月初空气污染加重了后，儿科患者数量增加至少50%，病院方面也强要这要无度负担啊。 If our OPD was, for instance, of 10,000 in the last month, from them, like around 6,000 to 7,000 a patient presented to us with a complaint of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or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拉合尔有1100万的人口，是巴基斯坦的文化之都。不过因为农民收作物加上车辆空气排放废气，当地近年来一直有空气污染的问题，到冬天是更加严重。 瑞士空气品质监测公司 IQL 数据显示，拉合尔过去30天内底就24天的空气品质达到危险，也是非常无健康。这段期间，旁遮普省政府失败封锁部分的所在，要求民众避免户外活动，不过效果依然是真有限。官员正在研究利用人工绿化方式，希望会使净化、减少这个空气污染的情形。公视新闻是婉玲编译。除了底片的翕相期间刻盘真有古早味。 广播剧嘛是过去真流行，即阵煞愈来愈稀微的娱乐方式。虽然听众变少，不过菲律宾上老的电台，即阵悠然坚持放送广播剧，用上精彩的声音来传达上精彩的剧情，真侪时代是自少年就听个大。Kanina pa kita hinihintay dyan. May mga tinapos pa ako sa bahay bago... Hindi pa tayo tapos mag-usap! 现场听到大家伫咧嬉戏叫笑骂，用声音来表达心内情绪。 这几位配音员用声音伫咧教戏，有人手内抑个摕奇奇怪怪的道具，制造出各种的声音，互听众感受到剧情的进展。一寡配音员正伫咧录经典的广播剧《恐怖之夜》，由菲律宾当地历史上久的电台制作，已经连续放送66档，甲真侪其他国家同款。伫战后。 广播剧成为菲律宾家庭的主要娱乐。虽然即马电视、网络平台媒体出现，听广播的人愈来愈少，不过有一寡老 fans 准时伫咧收听。Mostly kasi yung mga may fan group kami. Matatanda yung nakikinig. Meron din mga lalaki. Hope ko lang na sana kahit mamatay na ako, mawala man ako, magpatuloy pa rin ang drama dahil naniniwala ako na marami pa rin kaming napapasaya, na-entertain, na mga ginang ng tahanan. 配音团队之一的克鲁兹，1979年得到因老爸行的这道，迄当阵是广播剧上兴的时阵，电台逐工拢会放送9点钟18部的广播剧，大家竞争真激烈。不过即马这个村7部广播剧还阁伫咧放送，恐怖之夜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恶魔、死灰鬼这寡惊人的主题，其他真像是爱甲家庭的剧情也真受欢迎。 Pagka dito sa may cellphone nga rin ako pagka ay basta pagkatanghali na yung nag-alas 11 na drama na ho ako niyan. Wala kang na nung araw pa kasi nasubaybayan namin ng
yung drama yan eh. 公司新闻牛眼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过是所美。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